等得真係耐啊！而家啲星級大廚咧，個個都好似巨星咁樣。蘇師傅啊，我中意食啊，但係我唔中意等㗎。唔好意思，我知道你嚟嘅，特登攞支筆攞你嘅簽名。蘇師傅你真係好有品味啊！要我等幾耐，我都唔怕㗎。大家好，我係林淑敏。喺我身邊咧，我哋今日非常之高興啊，因為請到蘇師傅。佢就係衛生署舉辦2023有型食譜設計比賽喺蔬果之選嘅組別入邊贏得冠軍嘅3星有型食肆吸食馬田嘅大廚。Hello，蘇師傅你好。大家好，多謝支持。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嘅冠軍菜式啊。咁我哋嘅菜式咧就叫做輕煎蘆筍竹笙卷及杏鮑菇，係我哋餐廳其中一款蔬果之選嘅有型菜式嚟嘅。衛生署都建議成年人咧每日最少咧都應該攝取2份水果、3份蔬菜嘅。但係根據衛生署2020至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顯示啦，原來近98% 15歲或以上嘅人士都表示咧自己係冇攝取足夠嘅蔬果㗎。所以如果食肆咧可以提供多一啲蔬果之選嘅菜式嘅話咧，咁我哋出街食飯就可以食得更加有型啦。哇！個杏鮑菇咧真係估唔到啊！用咁少嘅油就可以整到咁 juicy 嘅效果。如果大家都想好似我一樣時刻保持狀態，咁出街食飯就要幫襯多啲星級有型食肆，選擇佢哋嘅蔬果之選嘅有型菜式啦。今日非常之多謝你啊，蘇師傅，非常之好嘅分享，希望你哋都中意啊！多謝大家。大家仲要記得讚好星級有型食肆運動嘅 Facebook 專頁同追蹤佢哋嘅 Instagram 賬戶，獲取更加多星級有型食肆嘅最新資訊。等我哋一齊可以食得健康、食得有型。多謝大家。